三甲来领受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1章43节到51节。约翰福音第1章43节。隔日，耶稣决定要去加利利，伊拄着腓力，对伊讲：“来缀我。”腓力是伯赛大人，按照咧甲彼得的同乡。腓力拄着拿但业，对伊讲：“摩西伫律法书所写，以及先知所记载迄位，阮已经有拄着，就是约瑟的囝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因讲：“拿撒勒迄款所在，检会出啥物好物？”腓力甲伊讲：“你来看。”耶稣看到拿但业行活来，就讲：“恁看，伊是真正的以色列人，拢无虚假。”拿但业问耶稣：“你哪会捌我？”耶稣甲伊讲：“腓力也袂叫你，我就看到你伫迄丛无花果树骹。”拿但业因讲：“勒比，你是上帝的囝，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因讲：“因为我甲你讲，我有看到你伫迄丛无花果树骹，你就信咯。你会看到比这个较大的事。”耶稣阁甲伊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恁会看见天开。上帝天使伫人子的身上上了往来。愿上帝话赐予听伊的话，佮遵行伊的话的人，讲到老牧师所要传讲的信息，伫无花果树骹。”请咱同心来祈祷。主，阮感谢你的恩典，当阮三自集做一伙，愿读你的话语，求你用你的圣神拍开阮的眼光，互阮不断对看见你所做成的事，愿通知你已经将生命的祝福放伫阮逐人的生命中间，帮助阮每一日搁较高跟对你，每一日领受祝福。同齐祈祷，靠耶稣的名，阿免。兄弟大家平安。几年前，我对台东去到台北看几个咧读大学的大学生，这几个青年都甲我讲吼，伊讲牧师，阮是阮团契中间，敢若几十年来头一个对台东起来的囡仔，所以阮其他的同学拢定认为阮啥物拢毋知。所以，当因咧摕 iPad、咧摕 iPhone 的时阵，拢挑故意咧讲，恁台东无济吼。这几个台东的囡仔听了就生气，都真正甲伊印象的，恁知无？伊讲，恁拢毋知吼，阮拢对山顶尾溜徛山底来上课的。伫这个短短的对话中间咧表达啥物？伫这个短短的对话中间咧表达。人甲人中间其实有足侪偏见，人甲人中间有家己所看到的世界，所以有当时咱毋知影讲别人所生活的环境，别人所拄到的事到底是啥物。伫这个社会中间会有这个无共款的眼界是正常的，但是重点是咱如何踮伫这个无共款的过程中间，不断踏出家己的脚步，去看见。犹原有一个新的世界，犹原有一个更较宽阔的世界，踮伫咱逐人的生命中间。其实耶稣咧召集伊的门徒咧做类似的工作。当耶稣咧招门徒的时阵，有人一时仔就答应，有人无一定随时就答应。当然，咱是即马咧读，咱会感觉讲既然是耶稣咧找人，应该足简单的。毋过，若是咱进入到伫福音书所写的世界中间，咱就会发现讲，耶稣为虾米会选这个人？若是照人的标准来看，这个人应该无够资格吧？
另外一方面，看起来遐个要缀耶稣的人，恐惊头壳嘛，敢若怪怪吧？咱会真歹去理解，到底安怎讲耶稣会做这个选择，要缀伊的人，佫会做同款的选择。无论安怎，有人听到耶稣咧讲的话，因就信啦。西门甲安德烈听见耶稣所讲的话，就跟对伊。安德烈先听到，佫去甲伊的兄哥西门讲，咱已经拄着弥赛亚。所以看起来，耶稣找门徒应该真简单，但是煞接佫到另外一个所在，一日了后，耶稣去到加利利，踮伫遐拄着腓力，腓力共款。当伊听到耶稣甲伊讲来跟对我的时阵，伊随时跟对耶稣。但是当腓力佫去甲拿但业讲的时阵，发生了啥物代志？当腓力走去找拿但业，伊讲摩西踮伫律法书所写，以及先知所记载迄位官已经拄着啊，就是拿撒勒人耶稣。当拿但业听见这项事的时阵，伊的反应是啥物？拿但业哪有可能出啥物好物啊？这句话背后有真侪偏见，这句话背后有歧视，但是有可能，咱认真来读，咱会感觉讲，总算出现一个较有头壳的人啊。对啊，为什么遐个人一时啊都要缀耶稣？耶稣明明就是一个真普通、真平凡啊，啥物拢看起来啥物拢无了不起的人，为什么遐个人一听就要缀伊？恐惊有侪人会认同拿但业所讲的呢？对拿撒勒敢有可能出任何的好物吗？犹太人期待弥赛亚真久的时间啊，因期待一个救主的来临，所以因会认为这个救主应该对来，应该对耶路撒冷来吧？应该是迄个上界大的城市、上界重要的所在，是圣殿的所在。应该爱对迄个较重要的所在来吧。拿撒勒是一个啥物款的所在？从来无人有捌听过呢。拿撒勒是一个从来毋捌听过的所在，所以咱有可能认同拿但业吧？伊的想法可能是正确的。是拿撒勒就是一个一点仔拢无重要，然后旧约拢无讲到的所在，形容嘛敢若遮写着，其他所有的记载拢无。拿撒勒哪有法度出啥物好物啊？这是拿但业伊眼光的限制，是伊是限制，但是毋那敢若伊一个人眼光受到限制，包括所有的人拢有类似的疑问：到底咱为虾米要缀耶稣？这就是我一开始所讲的，自细汉到大汉，咱受到侪偏见所影响。所以，咱会认为一个重要的人物应该爱对来，一个重要的人物应该爱对较重要的城市，若是踮伫世界，可能爱对 New York， 可能爱对 London， 可能爱对中国，可能爱对重要的所在出来，哪会出现踮伫一个啥物人拢无听过的小所在呢？这是偏见。对这个偏见，咱嘛会发现讲，咱踮伫生活中间有足侪类似的偏见。包括徛山顶去上课，佫有啥物？女性袂当做三军的领袖，这敢毋是偏见？女性袂当做三军的领袖，这是咱过去所有的偏见。嘛有人感觉讲，客家的人拢安怎？客家的人拢较欠，也是另外一个讲法，讲客家较小气，这嘛是。偏见敢毋是？咱受到足侪偏见所影响，直到咱活伫这个世界的时阵，咱家己嘛受到这个偏见所影响，认为讲我一定都毋是重要的人，我无法度做啥物，我就是安怎？咱会家己限制咱家己，然后身躯边的人嘛会限制咱家己，直到咱无法度踏出咱家己的世界，去看见一个更较宽大的世界。当然会有这个影响，也包括咱台湾现实的状况。台湾就是一个踮伫世界地图中间，可能嘛无啥物人会关心的所在，敢毋是？
若毋是咱夹伫两个重要的国家中间，可能嘛无啥物人想要关心咱啊。若毋是咱夹伫中国甲美国这两个遮尔大的国家下面，其实可能踮伫世界的地图顶悬，咱嘛无人关心到底台湾是一个啥物款的所在。这是世界各国的人所看，嘛包括咱台湾人有当时因安尼限制咱家己。所以咱常常会听到讲，台湾人有当时活了就无自信的。台湾人活了就无信心的，因为咱感觉咱就是一个小所在，咱就是一个看起来无法度甲人比较的世界。咱也同款无相信以赛亚的拯救会对咱开始发生，敢毋是？如果咱随着这个偏见咧向前的时阵，咱就会发现，咱一直会带着这个眼界去看待咱家己的世界。所以，大都市的人看袂起对庄脚来的人，好学校的人看袂起迄个较弱的学校的学生，较好的职业的人嘛看轻迄个看起来较无好职业的人。咱渐渐踮伫这个比较中间，忽略身躯边的每一个人。咱敢若关心咱家己，咱并无真实关心边仔的世界。这是咱所拄着的限制，嘛会当讲，这也是咱的罪。如果讲咱咧讲罪的时阵，这就是咱的罪。当咱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直到咱无法度去看见一个更较宽阔的世界，无法度看见别人的需要，无法度看见无共款所在的人到底是安怎生活的时阵，咱受到这个物件所限制，其实这就是咱的罪，因为咱限制咱家己，嘛限制身躯边的人，无法度活出上帝的美善，这是罪。教会的任务就是安尼。教会的任务是，咱每一个基督徒三自一做一伙的时阵，咱是带着信仰的眼光，想要去突破感情的限制，去看见一个上帝所创造美好的世界。所以，咱永远毋是缀着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来行，咱是缀着上帝国的价值观，勇敢向头前来跑走，加入军队基督的脚步中间。那咱也受到家己的眼光所影响，毋过回你甲伊讲，你来看吧，你先来看，再搁讲吧。当那咱也讲，拿撒勒哪有可能出啥物好物的时阵，回你甲伊讲，你来看。当拿但业开始踏出去的迄点，耶稣对伊讲啥物？耶稣看到拿但业行我来讲，你看，伊是真正的以色列人，拢无虚假。这个所在重要的是啥物？伊要来找耶稣，伊想要来看耶稣，但是重点是耶稣先看到伊，然后耶稣看到伊，耶稣认捌伊，耶稣也应该知影伊心内底迄个对拿撒勒本身的偏见，但是耶稣却讲，伊是真正的以色列人，因为伊的心安怎无诡诈。那他也问耶稣啊，你哪会捌我？耶稣阁继续对伊讲：非你还未叫你的时阵，我已经看到你，踮伫迄丛无花果树骹，踮伫迄丛无花果树骹，这是啥物意思咧？踮伫无花果树骹，那但业咧思想上帝的律法，伊咧敲吹，到底咱整个民族的前途伫倒路？到底人生的路要往对行？踮伫无花果树骹，那他也知影家己的有限，伊敲吹甲家己好好，嘛敲吹甲别人好好。耶稣所看见的是这个真实的以色列人。耶稣所看见的是这个踮伫无花果树骹，真实愿意去敲吹真道的人。所以，当耶稣对伊讲：“我已经看到你的时阵，那但业伊的心开始有变化。伊对耶稣讲啥物？老师，
你真正是上帝的囝，你是以色列的王。伫这个短的对话中间，那但业的眼光对家己的限制开始打出来，去看见耶稣所要带伊看见的世界。这是耶稣的工作。耶稣邀请每一个人来军队，伊是打出家己受限制的世界，去看见讲有一个世界点伫遐，是上帝所创造；有一个使命放伫遐，是上帝所交代予咱的使命。咱会当点伫遐完成搁较大的事。所以伊继续讲啊，耶稣因伊讲，因为我甲你讲，我有看到你伫迄张无花果树骹，你就信咯。你会看见比这搁较大的事。当咱愿意踏出去的时阵，咱会看见一个比这搁较大的事。耶稣搁甲伊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恁会看见天开，上帝的天使伫人子的身上上落往来，恁会看见比这搁较大的事。短短的对话中间，那但业你着改变，伊踏出家己的限制，面对家己的偏见了后，带耶稣去看见一个搁较宽阔的世界。就踮伫无花果树骹，伊的生命产生了改变。若是安尼来看，到底倒位会是咱的无花果树骹呢？踮伫无花果树骹是那但业咧敲找上帝的所在，是伊咧听上帝话语的所在，是伊咧祈祷的所在。到底倒位会是咱的无花果树骹呢？有时阵透过短短一首诗歌，透过一句话语，透过一个故事，一个大自然的景象，人就开始转变，这是搁较大的事。每一个军队祈祷的门徒，拢受邀请，踏出家己的限制，去看见搁较大的世界。但是，这个重点是，耶稣已经看见咱，是耶稣咱每一个人行活来，对咱讲：来吧，来军队我吧，来吧，你会看见搁较大的事啊！未来的世界会充满考验甲挑战。现主时的台湾社会，咱面对人口一直愈来愈少，面对自然的资源嘛愈来愈少，气候的变迁咱愈来愈歹按算。重点可能已经毋是咱期待一个真有气力的比赛啊，会当来拯救甲改变整个的世界。咱真正需要的是每一个愿意踏出家己限制的人，去身躯边的人分享你所拥有的。当咱愿意学习彼此分享的时阵，咱就会看见一个新的世界一直在形成。踮伫无花果树骹，踮伫礼拜堂内，咱敲吹上帝道理的启示。咱通过每一摆的礼拜，每一摆的祈祷，每一摆讲话的时阵，咱的心受拍开，嘛看见新的世界已经咱行活来。踮伫昨，咱经验过台湾第8次民选总统的选举，人民选出承担新使命的领导者，要带领整个国家踮伫这个变化的时代中间，要向前来跑走。踮伫长老教会内面，长老教会的民主体制，其实咱每一个信徒，搁较了解选举本身所带来的神性。选举是神性的，因为选举是整个团体意志的展现。选举所代表的是这个团体，是这个社会，这个国家，侪人因心内底所想的代志，因的声音所展现出来的意志。这是选举的神性。
也就是安尼，所以当咱每一摆咧投票的时阵，拢会有人甲你讲，这是神圣的一票，因为咱所参与的是咱每一个个人参与踮伫整个的团体内面，要表达出咱家己的声音。所以无论这个结果是咱所期待，也有可能是你所无期待，但是整个的社会会因为这个每一个人所表达出团体的声音，咱会向一个新的方向迈进，咱会往一个新的世界来迈进。踮伫无花果树骹，踮伫即座礼拜堂内面，咱看见什么？就踮伫即座礼拜堂内面，咱过去捌看见当选的总统甲副总统，踮伫即间礼拜堂内面咧生活。踮伫台南东区，踮伫咱的礼拜堂内面，因捌参与踮伫咱的礼拜中间，因捌参与踮伫主日学，踮伫青少年。迄当时的咱每一个人，无人知影，因今仔日会成做咱这个国家的重要人物，敢毋是？就踮伫咱每一摆礼拜唱诗歌、团契的生活中间，塑造的是什么？是每一个人勇敢回应上帝所交代予咱的呼召，是咱每一个人尽忠踮伫咱所徛起的位置顶面，完成上帝所交代的使命，军队基督的脚步，踮伫台湾社会中间，成做见证。这是教会。教会毋是因为出名的人才伟大，基督徒嘛袂因为这个世界的成就，就互咱认为讲咱毋是罪人。咱是因为谦卑承认家己的无能为力，才会当看见讲是基督往咱行活来，是基督竞选咱参与踮伫这个搁较大的事中间。这是教会，这是咱所徛起的所在，这是咱所同齐敬拜、所学习的。就踮伫即座礼拜堂内面，每一个人也甲总当选的两位一样，咱拢受到基督所拣选，踮伫上帝所交代予你的职分顶面，成做别人的祝福，去完成永远的价值。伫咱中间，咱还是有老师的，还是有医生的，还是有劳工的，还是有做生理的。还是有家庭中间的家长，还是有学生，还是有各行各业每一个个体。咱上界重要的是，咱拢是耶稣基督的军队者，咱拢咧军队耶稣基督，学习基督的款式，亲像伊受提起，祝福、擘开、分享。或者这人，所以咱所领受的这份是完成上帝所交代予你的这份，做你应该爱做的事，陪伴每一个你所会当拄到的人，也珍惜对古早到现在历代的前辈所拍拼、所建立的这个土地。讲出咱每一个人对信心而来的梦想，勇敢向前来跑走，这就是咱的理想，这也是咱对这块土地的愿望。啊，各位记得几礼拜前，我踮伫网络顶面有甲大家分享，有一个参与踮伫辅选的少年人，伊足软弱的，足烦恼的。行一摆踮伫教会中间，有足侪看路，有足侪烦恼，因为讲无论伊安怎踮伫外面，要向人宣传，拢无人想要插伊。伊感觉足累志的，所以来到伫教会中间，当我咧甲伊对话的时阵，
我甲伊分享讲，有一项真重要的代志，毋是因为即马你咧替虾米人来拍一场选战，所以侪人都一定会听你的话。我讲上界重要的代志是，你必须爱讲出你家己到底是虾米人。你必须爱讲出你对即个土地的理想是虾米。你必须爱讲出，就算讲你现在你只不过是一个学生，你爱去讲出你对这个社会，你为虾米要参与踮伫选举中间？你爱讲出你家己，毋是因为你是倒一边的人，所以人民应该爱听你讲话，是因为你真正对这个土地有热情、有理想。你爱讲出你所领受的到底是虾米？然后是因为你所支持的迄个候选人，因的理想、伊的品格，甲你相瓦滚，所以人是因为看到你，才愿意去支持伊，毋是因为伊，所以爱听你讲话。咱每一个人也是共款的，毋是因为咱是基督徒，所以侪人理所当然，基督徒是一个好人。基督徒应该是一个袂歹的人，是咱每一个人爱勇敢讲出家己的见证。每一个人踮伫家己的专业，踮伫家己所受交托的即份中间，勇敢活出耶稣基督的款式。所以人会看见基督徒，人会看见咱的教会，咱所做的一点一滴。当咧成就伟大，咱无一定是伟大的人，但是咱所做的一点一滴，当咧成就伟大。民主社会的价值，就是踮伫每一摆的选举过了，咱所有人嘛对这个结果咧学习整个社会所表明的信息。所以看了昨选举的结果，无论咱投什么人，支持倒一边，咱拢需要转到家己所踮的位置顶面，继续努力，为了这个国家继续付出。若是安尼，台湾才有可能真正活出家己的自信。台湾才有可能行出这个世界地图顶悬迄个人所看袂起的所在。勇敢活出咱的价值，这就是公共事务，这就是咱所咧讲的政治。政治是公共事务，是咱每一个人所生活、所参与的。上帝呼召人甲伊同工，公共事务是一帮接一帮，一个世代接一个世代。共同承担使命甲责任，为了要互这个世界更较理想，为了要互咱的社会会当勇敢站起来。过去，就踮伫即座礼拜堂内，上帝呼召人甲伊同工，上帝也呼召人，咱参与踮伫甲未来咱国家的领导者做伙团契的机会。咱拢是重要的。对这点开始，咱知，这袂敢若是过去的事，这是现在咧进行。就伫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每一个青少年、每一个小朋友的生命中间，咱做伙咧向前行，踮伫咱的教会中间，继续见证上帝奇妙的作为。引带咱看见迈向未来的阳光，这是拿但业踮伫无花果树骹，耶稣呼召伊的事。是拿撒勒是一个别人所看轻的所在，是一个人所认为无法度出好物的所在，但是踮伫遐，咱看见耶稣基督。踮伫教会内面，咱见证耶稣基督的荣光。
请咱同齐来看我所写的这段话，伫无花果树骹。伫无花果树骹有一个读册的人、思想的人、找道理的人。迄是有偏见，迄是有固执，迄是有质疑，却是诚实的心、单纯的心、较无的心。对无花果树骹，起身往前，举头滚对，地挂三拄就是不还，牵手同行，共享英雄。基督徒，咱所追求的是永远的价值，看袂到的比看会到的搁较重要。咱一帮搁一帮。参与点伫上帝所交代予咱的使命中间，勇敢向前来跑走。就点伫咱的团契，点伫咱彼此的交陪中间，咱听见上帝的声，咱知上帝在对咱讲，来军队我吧。请咱同齐用这首圣诗来回应上帝的话，求主带我甲你同行。一人伫无花果树骹，加减读书苦对嘴真道，下句偏见固执之见，内心诚实单纯较无。一首苦调对遐起身，举头滚对无竞争，你我三拄真实不还，牵手同行共享英雄。求主带我甲你同行，欠顺苦赛真泪落落，予我你有那通担，一世着我简单困空，赞我高兴听堂的话。高野甘宽那照的心，自我做志自转脚步，带人来信求世福音，希望月光大照灿烂。就我头前的路开阔，求主受死真实平安，予我将心归你来往。咱同心来祈祷，主管感谢你的拣选，互阮通成做你的囝儿。主管知，阮踮伫这个世界，阮拢带着家己的偏见甲固执。总是当阮愿意踏出迄一步的时阵，阮发现，原来是你不断往阮行活来。是你咧叫阮来跟对你，为着要带阮看见一个更较宽阔的世界，带阮看见上帝你所创造美好的世界。
主求你使用阮，互阮踮伫阮每一个人所交托的这份顶面，勇敢向前来努力。踮伫每一日，阮忠心完成你所交代的工。踮伫每一日，阮也不断看见你带阮向前。照着安尼，阮会当看见这个土地永远有新的梦想，这个国家永远有新的可能。愿主祝福踮伫昨经过选举每一位当选也是无当选的人，求你的平安踮伫阮整个国家中间，互阮会当同心向前来跑走。带阮看见上帝你美好的创造，要踮伫阮所徛起的土地。同齐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请咱同齐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听。请坐。咱来看几项教会的消息，咱同齐来分享。咱这礼拜圣经学堂的进度进入到伫使徒行传25章第1节到27节，欢迎咱会当踮伫线顶同齐来读上帝的话语。咱的第一项报告消息，第一项，咱的第2堂礼拜后，咱会召开中职会，所以请咱的中职以及团契的会长来同齐参加。第2项，咱会计的检查会对今仔日甲后主日踮伫办公室这边所以嘛，请咱的同工会当来注意这项事。过来，咱今年度的会员好会会定伫2月25来举行咱今年度的会员好会，所以嘛，请咱的各团契的资料会当踮伫1月21进前来交互办公室，来互咱的干事会当来完成。来编迄个好会手册。过来咱全年度读经的运动
准备会踮伫3月31完成吼。啊，所以若是还未读了的，欢迎咱会当较佫有机会，佫有3个月的时间来读了规本嘛是会使。哦，佮刷来咱今年度的春联已经印好啊吼，所以请咱嘛等下礼拜三以后会当踮伫咱礼拜堂边仔遮会当来摕今年度的春联吼。好，佮头一项集体关怀的消息是，咱踮伫拜五的时阵有替建文兄来举行告别礼拜啊，所以今仔日建文兄的家庭也踮伫咱中间啊，请咱徛起来啊，因为用咱的教会来表达谢意。嘛，请咱会当踮伫祈祷中间，继续为建文兄整个的遗族来代祷。好，请坐。第二项咱教会民主节灵山民主姊妹踮伫1月初10民主稳调吼。歹势，因为迄个时间爱改一下，甲州部顶悬的时间无共款，因为咱州部是拜4就已经截稿，但是后来拜5的时阵，加上有搁更改迄个日期。所以咱民主节的告别礼拜是踮伫1月22，就是搁一个礼拜1吼，搁过迄个礼拜日，早起9点踮伫殡仪馆的怀泽厅来举行一间礼拜甲告别礼拜，嘛邀请咱的兄弟姊妹踮伫祈祷中间，为着民主节的家庭来关心甲代祷。好，我就做以上遮的报告。做伙来读本周的金句，我先读一摆，煞接请咱大家读2摆。那当耶问耶稣：“你哪会捌我？”耶稣甲伊讲：“为了也袂叫你，我就看到你伫迄张无花果树骹。”约翰1章48节，请咱做伙来请。那当耶问耶稣：“你哪会捌我？”耶稣甲伊讲：“为了也袂叫你，我就看到你伫迄张无花果树骹。”约翰1章48节，搁一解。那但耶问耶稣：“你哪会捌我？”耶稣甲伊讲：“为了也袂叫你，我就看到你伫迄张无花果树骹。”约翰1章48节。三个来吟祝福齐恳诗，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若无我毋甘家己来行。恳求你甲我大个保护，假使我坚勤欠美食食，暂我斗志遵守你诫命，予我伫黑暗中做光明，对最近带是要个人。这是我真心白情望。做伙领受上帝祝福，愿咱得到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甲咱正大家三地地对答的到因世代无煞。阿门。